乡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2022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咱台湾队计共摕到1个银牌、2个铜牌，创下上好的成绩。早暗选手嘛拢倒来台湾啊，受到热烈的欢迎。求大布条欢迎台湾的选手回国。代表台湾参加世锦赛跆拳道代表队2暗登来台湾，3位摕到名次的选手得到主办单位送的墨西哥文化，接受献花，心情真好。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拿名次，但是能为中华队拿到一个铜牌，我自己也开心。很开心，然后很谢谢大家的加油，然后教练的指导，还有防护员的帮忙跟学长姐的帮助，这样。陈碧涵摕到男子54公斤级的铜牌，吴盈轩摕到女子46公斤级的铜牌。东京奥运跆拳道摕铜牌的陆嘉玲，即便是摕到一块银牌，是个人伫世锦赛上好的成绩。对手从16强开始，他们像是奥运金牌啊，然后奥运铜牌有现在世界排名第1的选手都有，所以就是能获奖，其实就是非常的开心。这届咱16位选手去参加比赛，得到1银2铜，是最近几年咱国伫世锦赛上好的成绩。教练讲，咱提早去当地训练，效果袂歹。事实上，我们提前到当地训练啊，那到墨西哥训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跟策略，那让选手在比赛场上能够发挥得更好。连续累积大型国际比赛是一经验。这项选手因伫咧众人的祝福声中回国，小休一个，所落来一关继续迎接更加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项骹球界的大消息，这是另外一个骹球明星 C 罗，伊确定离开英超曼联，而且随成效，伊是转投入葡萄牙做前锋。C 罗目前已经甲葡萄牙的队友伫卡达准备世界杯骹球比赛。啊，那头一战，伊会伫台湾时间2月时出场比赛对加纳。Hi New York, what's up Times Square? Up here, look up on the billboards. It's me, Cristiano Ronaldo. I have the most exciting news to share with you. Let's count down 3, 2, 1. C 罗的蜡像伫咧杜莎夫人蜡像馆正式甲大家见面，大家烧钱要翕相。不过 C 罗有另外一项重要消息，震撼国际卡坛，伊即马参加英超曼联发正式的声明 ，C 罗将会离开曼联，而且立即生效。C 罗伫咧 Twitter 讲：“我爱曼联，也爱球迷，不过我感觉是找新挑战的时阵啊。”C 罗即马代表葡萄牙伫咧卡达参加世界杯，第一站会伫台北时间2月透早0点对加纳。这项消息发布前，因为伊甲曼联的关系愈来愈歹，大家拢真注意。C 罗伫咧世界杯骹球赛，请媒体注意世界杯，莫讲问伊的代志。Na minha vida, o timing é sempre o timing. Obviamente, vocês estão do vosso lado, é fácil opinar, fácil escrever, muitas vezes verdades, muitas vezes mentiras, ou a maior parte. Eu não tenho que pensar naquilo que os outros pensam. C 罗伫咧世界杯开始进前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阵，对曼联有真侪指控，包括感觉互球坛背叛，认为家己的离开是被逼的，也对总教练滕哈格讲意见，包括伊无后悔进前对热刺的比赛最后几分钟拒绝替补上场，因为伊感觉滕哈格是挑工要甲伊创。迄当阵曼联讲会采取行动，做适当的回应。C 罗的好朋友也是曼联前球星里奥费迪南，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 ，C 罗是心情真歹，真想要离开的时阵接受访问，伊若滕哈格也得到伊想要伫的结果，双方拢真欢喜，大家人继续向前行。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搁倒来，咱过来关心陆军的航特指挥部一只 OH-58D 直升机，早暗6点多执行夜间飞行训练的时，因为警示的灯号倒起来，飞行官随依照标准操作停输，有警性降落伫龙田，加载人平安。我们飞训部的直升机是在执行夜航的训练。那因为飞行官发现我们旋翼转速高，警告讯息灯亮，所以采标准的作业程序，就是预警性的落地。那落地之后人机均安，处置的是相当得宜。直升机是降落伫归仁机场南边的龙地顶悬，军方是将飞行机拖到路边，再搁再登去基地检查。航特部是表示会成立调查小组来了解是倒位啊高向。加在飞行机顶2个飞官拢无受伤，拢平安。
杂在这边就没有。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8150个本土病例，死亡有38例。因为这礼拜六就要登票啊，全国即马大约有5万至7万个确诊者是无法度出门去投票的。啊，那日落投票迄一天，伫投票所的专公室防疫专用道。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这个专用道是要提供予有发烧也是有呼吸道症头的民众使用的，唔是予确诊者用的。指挥官王必胜是搁一摆强调讲，确诊本地就袂当出门，当然就是袂当投票。新冠本土疫情慢慢转好，截至增加18150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二降2%。中重症有66例，38例死亡，其中较少年死亡个案是20外岁男性，有先天疾病，接种过4剂疫苗。伊10月底发病确诊，因为肺炎烂年，按过1礼拜以后，依然不敌死亡。住院的时候是有诊断为肺炎那经过这个住院的照顾当中，不幸因为并发呼吸衰竭的关系于11月4号过世。另外拜六就是9合1大选投票，全国差不多5到7万个确诊者无法度出门投票。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阁表示，确诊者本来就免出外，当然也免投票。以韩国为例，韩国予确诊者出门投票，最后发生混合排队，都是一个失败案例。没有确诊者迟到，那这个确诊者早到，那排队，然后后来变成混合投票，甚至有病人这个晕倒，还有交通不便这些问题。王必胜强调，中选会自让伫各投票所会使防疫专用通道甲食平，是提供予迄一天出门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症状的民众使用，毋是提供予新冠确诊者使用。希望外界莫摸唔着戏，公卫专家提醒民众，迄一天有接触选票以那只物件，投完票了后爱赶紧洗手，就应将染疫风险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在当在关心天气，今仔日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各地头拢有机会会落雨。伫北部和东北部天气会转凉，气温敢若剩21度。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的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半部落雨的机会会较悬，嘛到有局部大雨。要提醒乡亲，今仔日有要出门，就爱会记得早雨满雨伞。温度的方面，早暗是较凉冷的，低温大约是21度至22度。啊，那日时的高温嘛比昨昏有小可下降，尤其是北台湾温度是感觉较明显，天气是转凉，高温敢若剩23度至24度。其他的所在，今仔日高温是26度至29度，但北的温差有较大。这款天气形态会一直到拜5、拜6投票日迄天，水气就会减少，各地雨会较少，温度嘛会小可回升。继续，咱来关心印尼。印尼第2日是发生规模5.6千层地震，死亡人数继续在增加。目前上报已经知影268人死亡，佮有7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是继续在救人，死伤的人数恐惊会佮继续增加。另外，咱台湾驻印尼的经济贸易代表处嘛有汇报，目前伫印尼的台湾人拢平安。位伫正阳的西爪瓦省西安约镇4月拢是庄仔厝遐，当地时间2下昼1点21分发生规模5.6个地震，一日啊天崩地裂，连伫75公里远的雅加达市区拢感受到厉害。这场深度只有10公里的浅层地震，随即引起土石崩起，崩落的土石连人参厝同齐冲洗，长50公尺的道路拢总台伫石头堆下面。根据印尼国家灾难应变中心调查，大概2200栋厝倒去，13000多人无所在通住，社区电力中断，道路桥梁拢断去，大型救援机区真歹进入，有民众用手握出防活台加钱，想到袂当走出来的亲人，忍不住哭出来。大批受伤的灾民涌入病院，断电加上受伤的人伤济，第一时间真歹救治。病院将受伤的人安置伫停车场的路旁。灾民为着火把导火惊吓的一暝。走出来拍天仔，想去大地洞来的时阵，也阁真惊吓。这场地洞发生伫过头了后，不少也留伫学校的学生，因为袂赴走，互倒去的校舍底吊杀死亡。灾区现场也阁留有课本甲教学物品。
45岁居民查努丁记到身边倒去的厝的残骸讲，家庭甲亲戚的厝弄倒了了，地震发生到即马，也有6个家族成员下落不明。利益最近发生了后，也判随达到117摆大大细细地震尾。当地政府伫2日2时啊，动员警力加入搜救，怪手车队也协助开路，希望赶紧抢救更较侪受困民众。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最近这2礼拜，平均确诊死亡率，台湾是每100万人口死亡数有2.43人，排全世界第3关。第1关的是芬兰，第2关的是百慕达。咱台湾伫全球排第3，上无已经疫情2礼拜啊。来看《自由时报》，考奥多麦的驾照嘛爱去走实际道路，这个新的规定按算伫明年的试办。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奥多麦的路考会分2阶段，第1阶段是补助训练班，增加实际道路的训练，明年会开始实施。第2阶段是真正甲路考加入去考驾照的制度，这部分也搁咧讨论方案，会量早定出时间表。来关心联合报。大学主要的经费来源之一是高教深耕计划，第2期明年会实施，第2期总经费有970亿，比第1期增加132亿。第2期嘛头改新增加治安专章，配合行政院禁止使用中国做的资通讯产品，学校这边嘛爱针对4项强化治安的成果写出报告、写出计划。那学校的公务袂使使用中国厂牌的资通讯产品，学校内底外包的餐厅、商店、停车场嘛拢同款。来关心主计总处有公布上新的调查，10月份就业的人数是1141万人，这是比顶个月有个增加13000多人。那10月份的失业人口是43万1000人，嘛有比顶个月各减2000人，失业率已经连续2个月拢在下降。另外，今年咱国内劳工平均一年的薪水是67万7000块，这嘛是7年来新高。将在地13水果放伫大饼内底，个调整甜度，要互民众食更较健康。这一个创新的果饼，全部来自台湾业者的卡手。伫国内疫情转好，观光旅游消费转来，要去应对的提悬。需要开放哈，8号期就很多观光客进来了，啊，包括新加坡哈、东南亚，然后买了很多伴手礼，也接到很多国外的哈一些订单，也慢慢有进来了。就伫内需产业慢慢回升的时阵，主计总处公布10月就业人数1171万人，比顶个月增加13000人。10月失业人数43万1000人，也比顶个月减少2000人。失业率是3.64%，已经连续2个月下降。以往的话，10、11、12的话，如果在经济情势稳定的情况下，一般失业率是会降的。对，所以近5年失业率的累计，大概11、12月会累计降0.09到0.19个百分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从一个输入型的通膨变成一个自带型的通膨啊，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好哈，矽谷也好，跟台湾也好，我想失业率在电子产业的部分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流失，这些高科技产品可能它的这个使用购买的这个就会往后延。希望国门尽快的开放以后，让观光产业啊可以带动上来，失业率的问题就会减缓下来。上班族上关心就是年尾奖金到底赢了偌济？人力银行公布今年企业调查结果，企业有期平均发1.33个月，创9年新高。在欠工价、通膨这个相同因素之下，今年国内劳工平均年薪67.7万，创7年新高，比去年成长3.7%。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这场战争真白煞。最近伫网络顶头有流传一段影片，这是俄罗斯的阿兵哥规定死伫乌东地区的画面。俄罗斯是指控乌克兰犯战争罪，也毋过乌克兰是强调讲，这寡阿兵哥是先假先讲因想要投降，毋过煞雄雄开枪。乌克兰是正当防卫，因为即马两边一人一款话，联合国决定介入调查。野穿的士兵真细致往头前行，扫落来穿5军衫的士兵慢慢来行出来拍伫涂骹。讲乌克兰籍的军人要求5军拍落来束手就擒，那么最后一个5军出现的时阵，就连开枪影片也中断，扫落来都是5军集体倒伫涂骹死亡的画面。
这系列影片是最近伫俄国两国社群媒体流传，乌克兰方面宣讲，影片记录俄军英勇夺回俄军侵占的领土，也毋过俄国控诉，这显示俄军处决10多名已经投降的俄军战俘，犯下战争罪。克里姆林宫里也表示，会找到主使者，而且要将因依法处理。也毋过，干那看影片，恐惊真歹厘清真相。纽约时报分析，影片经过剪接，只会当知影事发地点伫乌东顿内刺客一地农舍，也毋过无法度确认俄军死亡的时间点。乌克兰人权专员是反驳，俄军继续投降了后，向俄军开枪，这是犯下战争罪的一方。俄军只是防卫，双方的讲法目前无法度证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表示，已经进行调查相关影片。伫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到底是甚物人攻击核电厂的证据也还未平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拜一再次强调，攻击核电厂的是俄国，伊要求俄軍隨撤離。І для цього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ажливо є демілітаризація Запорізької атомної станції. Росія повинна забрати звідти усіх своїх бойовиків і припинити обстріли станції. 泽伦斯基也向北约议会大会发声，希望赶紧促成俄国加入欧盟甲北约。联合国专家小组是伫破解了证实目前扎波罗热核电厂无直接的安全问题。公司新闻齐冠良编译。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伫顶礼拜是落今年的头一场雪，代表寒天真正到位啊！虽讲当地人是表示因唔惊寒天，也毋过世界卫生组织有警告讲，无能源加上基础设施，即马乌克兰这基础设施有一半以上拢已经互炸害去。对乌克兰来讲，这个寒天有影是真硬斗，也是生存之战。建筑物甲街路拢是说，防空警报声音当中，乌克兰首都基辅顶礼拜落冬天第一场雪，这也表示伫欠水欠电、无烧气的情形之下，冬天的考验才都要开始。Ці москалі не лякають, то що нам сніг. 虽然基辅居民笑着讲袂烦恼，毋过要度过这冬天并不简单。世界卫生组织 WHO 警告，俄军破坏乌克兰一半能源甲基础设施，数百万人为求保暖会被迫离开家园。这冬天会是乌克兰人的生存之战。This winter will be about survival. WHO has so far verified 703 attacks on health since the war began 9 months ago. WHO 佮表示，俄军攻击便宜者工会设施，不止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也互俄国民众除了寒，还要面对新冠病毒肺炎流感者风险。伫基辅市郊这村头居民想办法甲冬天混战，因利用柴烤烧火蜡烧这克难方式取暖。英国有名画饼艺术家班克斯也用饼画作品为当地民众送暖。伫一栋被炸害的公寓站壁顶悬，有一个查甫人伫浴缸内底录下照片。Розчинною кавою, да. Ми піднялися до мене в квартиру. Я запросила, тому що вони хотіли подивитися на наш побут, як ми. 当地居民表示，表画不止予人感觉温暖，也感觉洗掉守护俄军带来垃圾。伫班克斯的鼓励之下，因会继续奋战。俄乌战争带来能源危机，也互欧洲真紧张。德国经济部长哈伯克亦承认，德国目前电网稳定，毋过世俗燃料，无排除未来有停电可能，将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断电。联邦民航甲灾难单位表示，未来几个月，特别是明年初，德国可能出现恢复性、暂时性电力断气，各地方政府甲民众要做好准备。公视新闻齐焕明编译。继续关心美国的国防部长和中国的国防部长伫昨昏有会谈，有学者是分析讲，美中的国防部长见面是双方针对预防冲突的管理机制，唔是真正要和好。也若美国和印尼的国防部长伫1日时嘛有见面，印尼的国防部长即嘛表示，因甲美国买 F-15战机的这项计划，即嘛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亚洲，自伊伫雅加达甲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见面，要强化两国军事合作互通。印方宣布，买美国 F-15战机计划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就等政府决定。The acquisition of the F-15 certainly increases interoperability. It enables our ability to share information. We consider China to be a friendly nation to Indonesia.
奥斯汀阁讲到美印会举行更加侪联合演习，了后伊阁去甘普济参加东南亚国协防长扩大会议，日前甲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相片会谈时间90分钟。会后，我国大厦发布新闻，奥斯汀会中表达强烈对印太威胁的烦恼。不过，美国依然会伫国际法温存之下执行飞行甲航行，也讲到台湾议题，美方重申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呼吁中国毋通对台湾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中国表示，台湾是第一条红线。你在没有正式宣布恢复这个就是美中两个等级的正式的官式的对话之前，对美中两强来讲，这个应该说是作为冲突预防的一个危机管理的机制而已，还很难说是那个解冻。学者分析，魏凤和明年就要承认，即摆会面政治意义比实际意义较大。伫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了后，中国把宣布中等甲美国伫经济领域对话。不过，根据美国消息，这期间几个月了后，会阁重新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抑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根据一份上新的民调，前美国总统川普准公自控制4年，要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和现任的总统拜登对战。拜登目前的民调有小看赢川普赢4%。继续关心北韩第18时，搁试射火星17飞弹。美国、日本、韩国计共14个国家有发表共同的声明，谴责北韩。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有公开谴责联合国的安理会，敢若会晓检讨北韩做，这是两款标准。伊表示，北韩为着保护国家会强硬对抗。继续关心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去菲律宾访问，嘛去巴拉望岛，这个所在是上靠近南海南沙群岛菲律宾的领土。贺锦丽嘛表示，国际法庭已经裁决驳回中国伫南海主权的主张，中国爱遵守这个结果。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内神通外鬼，真正是饲鸟鼠夹布袋。日本有一个上校，去互金门一个捌做过记者、做过旅行业者的人收买去，用逐个月4万块的代价向中国提供咱国军的资讯。检调接着检举了后，介入调查，即马这2个人已经互收押。高雄的检方嘛，甲这个军官起诉，要求法院判重刑。白纸黑字写支持两岸统一，若发生战争会为祖国效力。穿军衫甲成律师斗阵翕相，国军传出互强谍渗透。日军部分部一姓乡的上校，好亲像互中国收买。检调伫9月为部分部查找这上校进行调查。曾经担任过记者以及旅行社负责人的绍兴男子，那遭中共的情治机构所吸收，从105年起就开始接近这位向姓军官，不法收贿，从事通敌叛国行为，强烈打击民心士气，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请从重处刑，并宣告褫夺公权及没收犯罪所得。正为国军所向中国投降，互检方以贪腐等罪嫌起诉，各求处10年徒刑。姓向的上校是互金门一个捌做过记者、旅行业者姓肖查某人游说，以每个月4万块旅行费提供特定国军军官资讯。目前2人拢已经羁押，检调调查是毋是还有其他国军涉及。已经针对内部具有伪藏征候的人员实施深度的考核。那么未来也会持续的强化官兵反情报教育，并且跟国安单位密切协作，共同反制中共渗透搜情。国防部强调会落实保防教育，不过作为前线的金门，7月汉光演习时阵才初显过，反登陆作战是要到当地所有人早都被中国政治单位吸收，协助收买国军搞合一大选特别教会加上，这几年两岸关系紧张，这强谍案也搁牵动两岸敏感神经。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选战。台北市长的选战，哪日继续伫宜丰社变成这个议题顶头滚价？但是董事表示讲，韩国去买宜丰社的时，就真正互骗去，毋是伊乌白咧乱转。那国民党的主办案是批评，根本是陈市长要主动民间买宜丰社。那陈市长是骂主办案是乌白咧乱骂。那台北市政府本地嘛有家己想要买宜丰社，敢有拄着变sen啊？黄珊珊是回应表示，当时因拢是接触原唱。
台北选战继续为疫苗变成那议题争论，民进党陈时中以韩国买疫苗互人骗来做例，讲企业界可能互骗，拢互政府主导。不过国民党蒋万安讲台湾甲韩国的状况无同，佮批评陈时中是万般阻碍。陈时中日佮反击，讲蒋万安黑白妹。韩国的例子跟台湾完全不同，台湾根本没有依照国际商务的规范去采买疫苗。结果陈时中你在过程百般的阻挠，薛仁你反过来指控这些民间团体是疫苗掮客。蒋委这边不断就是欧北到欧北妹安内好，这不是一个正常。我一再讲，如果是指的是购买疫苗的事情，我非常感谢各个民间团体，大家努力都要替台湾做一点事情。台北市府进前捌变预算，想要家己买疫苗，敢有拄到变线啊？黄珊珊表示，市府拢是直接接触原厂。另外，根据台北市选委会公告，这届台北市长选举人数有202万，6769人，是比顶一届减13万人，有45000人头一届投票，候选人也要抢占这选票。今年有18岁公民权，其实很多现在年轻人都已经表态。我刚刚在菜市场就有一大堆是年轻的儿子叫他妈妈要投给我们，大家相信年轻人的智慧，年轻人在这一场他们绝对不会缺席。蒋万安抢选票，话讲要让少年人伫台北好好啊大，佮爱教生囝，会和少年人徛斗阵。但市长是讲，头一届投票的族群和市政佮有国家的未来关系上大，伊会用爱甲包容来选举。记者综合报道。选举咧要到位啊，咱国内有真侪县市嘛，拢有掠到现金的贿选。即马一票上悬是花到1万块。伫新北市的瑞丰，阁有里长的候选人是涉嫌灌烧酒，甲选民乌洗，互检方提起公诉。另外，警方嘛有在追查地下的选举盘缴，才缴盘。目前已经有掠到41件，77个人。台中市警方直接去跋筊集团的犯罪据点，掠到因非法经营跋筊网站。谁下看得出来？在迄间厝内底，有发现主机、小铺、甲现金11万外。警察亲自追查，还阁发现有集团的成员利用选举伫开盘红插赌，以县市长候选人选举结果作为赌博标的。为了避免遭到警方查缉，他们彼此之间还以台语的"查甫查某"作为暗语。根据警方调查，嫌犯透过来以台中市长候选人洪地赌，有底5000个，甚至到2万的拢有，拢总查到5件5个人。因若地下搅拌，全台湾目前已经查到41件77个人。六都市长的候选人嘛拢加做红插赌的目标。高市县市长的部分，都查到39件65个人。另外，检警嘛伫新北市瑞丰发现有里长的候选人涉嫌送礼贿选。行为人在7、8月间对于有投票权的人交付口罩2盒跟1瓶金门高粱酒来进行贿选。在人面册抛出喙笑目笑的相片，这个县区的里长候选人涉嫌送高粱甲喙罨来争取选民的支持，防以违反投票交付贿选的罪嫌提起公诉。除了送礼买票，另外在嘉南、甲宜兰等等的县市，嘛持续出现有候选人涉嫌用现金来买票，一票为1000块起跳，上济甚至有甲1万块。真侪收钱的民众去互掠到，只好是甲这钱阁吐倒出来。选举进程尚要4天，检警加强查缉的力头，维护这违法的行为，危害选举的公平性。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伫5月份已经实施，甲家属移工强制列入去投保的对象。劳动部是表示，8月份的时已经有寄出超过15万张纳款的单啊，互头家人啊，提醒头家人爱照时间去纳钱，准讲无纳慢一天会互加罚0.2%。台湾因为高龄化非常瓦靠家属移工的帮忙，因为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甲保护法已经伫5月上路，将家属移工也纳入强制投保对象。若讲以基本工资25250块，费率0.17%计算，每个月保费大约是43块。考虑雇主需要伫每个月2月、5月、8月甲11月每一季纳一摆就业安定费，所以保费合并伫这4个月缴纳。连续劳保之前的一个加保一个对象就是不分本国外国籍的这个劳工的部分，都是如果是强制加保的一个对象，都要依照规定来加保。劳动部强调，8月已经寄出超过15万件的缴款单，予雇主提醒雇主按时缴纳。
过期无纳，需要加纳滞纳金，因为伫家庭0.2%计算，相关上限是20%。目前政府它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去决定关于植栽纳入保险的明细或植栽的类别，跟工厂的移工有所区别，能够替双方在双赢的状态下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对加税移工强制纳保，中介业者认为实务上确实有必要性，因为对雇主甲移工是双重保障，加上费用少，雇主接受多悬。不过，伫植栽认定的基准上，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希望政府订定更较明确的明细规定，方便移工甲雇主遵守。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讨论结束嘅儿童权利公约嘅审查，内底有点出讲，咱台湾嘅交通事故害囡仔伤亡嘅人数有加较济。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坦白讲，整体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影确实较悬。短期内政府会透过科技执法、教育宣导这方式来改善。校园4科为上下课期间车辆停甲塌田，儿童权利公约 CRC 审查会议顶礼拜结束，指出台湾儿童因为交通事故的死伤有较济，道路安全概念、校园周边停车空间拢需要改进。交通部长王国材嘛承认，这几年儿童交通事故确实较严重，支持儿少团体未来斗3天规划改善。儿少团体对于儿少的问题是特别的了解了，如果未来在任何都市规划，甚至在交通规划部分有他们的参与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正面的事情，我个人表达非常的支持。根据道安会的统计，今年正月到8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有2000人，偏去年同期增加4.9%。王国材讲，确实也需要改进。车祸死亡的人数的确到目前我非常的不满意。我们一般教育工程执法。虽然都有它的效果但是教育的确它有它的这个时间，要比较长的时间短期的措施，比如说对于速度的限制对于这个教育的宣讲，还有甚至是像科技执法等等的。台湾交通环境需要加强 ，CRC 审查委员也建议，都市规划爱互儿少参与，听因的意见。王国材对此表示，那儿少的年会已经到会当表达意见的程度，会使考虑，也欢迎家长提供意见。记者郭本条水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今年918大地震升等花东的铁路，目前玉里到富里的火车也是停驶的。原本是按算讲爱修理到明年，旧历过年进前才会好，但不尾啊是经过赶工加上改变工法，交通部即马已经宣布讲会当伫今年12月28全线通车，所以元旦3天的年假就会当加入运输。对台铁所提供的缩时摄影，会当看到受到918地震所有的新秀高乱溪桥的桥面，工程人员因利用油压加土管环线，互伊回到原位，安尼通互通车时间提早到年底。新秀姑兰溪桥有15跨的桥面位移了包括整个动力站2个月台的雨棚那这个受损的部分那部长指示下，就是在安全无虞的状况。渴望在12月28号呢。台铁原本是估计都要到明年正月18才有法度通车，不过经过工程人员每日一直咧抢修，即卖已经提早20天完成，并且要伫咧11月30恢复台北到台东12月28以后的列车订票。元旦假期嘛要伫咧12月初2开放订票。如果能够赶快通车最好，因为现在从北部回到台东真的太久了。提早通车，我们都乐观其成。尤其这段时间，玉里到富里这一段是用接驳的，所以也影响到我们所有的观光产业台铁强调讲，这个工程伫初期时阵拄着地震，还有大雨，经过工程团队因伫咧研究改进的方法，才互这个新秀高乱溪桥的第15坎伫19内完成落座。12月这个桥梁就当恢复原本设计的强度。通车初期以时速60公里做限制，并且会刷力来个监测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市政府对2013年开始，就各大工会的职工来做做工行善团，协助市内一寡生活较艰苦的家庭来整修因的老厝，互因的厝变较勇，嘛希望互市民住落会当较安全，嘛过较舒适。整修职工总出总入，一边咧重新补壁、补厝顶，迄边咧重新牵电线、安电火。外口行人里落的壁，嘛，互人擦做温暖可爱的水红仔色。
这是台南市的浙江行善团协助征收的第194户。油漆跟里面卫浴设备装完了就完成了，也是我们全部做工行善团的第194户。下营区一对轻度身心障碍查某囝和坐花老母，做伙住伫这间老旧的家厝内底。原底有部分的厝顶拢已经放弃，严重漏水，电力线路嘛真旧真危险。不过两个人敢若靠一个月3700块的身障补助，实在也无法度负担征收的费用。经过他们的帮忙跟协助，我很感恩，然后让我妈妈有个可以遮风避雨，比以前更好的家可以住这样子。由劳工局招各大工会志工组成的浙江行善团协助征收，民间和企业到寄付费用，也有关注二手的家具，共同来帮助这对母仔囝会当带了安全个舒适。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台中农改场有发表新品种的稻仔和柑仔蜜，拢有抗病基因，而且卖当适应气候变迁，安尼就唔免除农药，对推动有机友善农业拢有真大帮助。这么澎湃的料理内底拢有新品种台中11号柑仔蜜。台中农改场利用分子辅助技术，经过6冬，或这种中果的柑仔蜜，通抗氧化跟血病，6天温室拢通种。育成，就是番茄台中11号。那这个11号的话，它就比大果来说有更多的甜味跟果汁率，但是又比小果耐储运。台中农改场表示，因为气候暖化等等的影响，氧化跟血病常常造成农友的损失。改良过台中11号有抗病基因，对有机甲友善农业嘛有进一步的帮助。另外，农改场嘛用同款的分子辅助技术，经过10冬培养出抗白血高病的稻仔新品种台中县199号。它的抗病性提升之后，农民也会更愿意来做2期作来种这个品种，也可以避免说一期作跟2期作品种去转换之下可能造成的品种混杂。专家表示，新品种的抗病性会当进一步稳定稻仔伫气候变迁下的质甲量。目前已经有厂商愿意来签约，技术移转，柑仔蜜的部分嘛当咧办理授权公告。记者电不离小凯台北采访报道。那伫南投有一间戏院配合一出电影的剧情，举办讲台语的运动。要去看电影，买电影票用台语买票，就当送你一杯凉的。这款充满创意的行销嘛引起讨论。要看你伫我心上，一张学生票。请问安尼买偌济？你敢捌听过演过伫学校内底讲台语是会罚钱的？最近一出电影以国语政策的时代背景，讲出迄当阵一个校园的爱情故事。南投一间戏院响应电影的剧情，推出讲台语运动。来戏院只要用台语买票，就会送一杯饮料，是写袂少民众来交关。台语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母语。对，现在戏院推那个说台语可以送一杯饮料，然后我觉得很不错。就这一次搭配电影《你在我心上》。推出了一个说台语运动。那之所以会推，是因为它的时代背景是当初就是台湾在推行说国语运动，然后在学校讲台语其实是会被处罚的。那其实也导致后来的世代，就是其实大家对台语越来越陌生。除了讲台语的活动，戏院嘛收集大家爱情的信物或者是证明，甲这有特殊意义的物件，专工放伫较早的保温箱内底。头家新式的创意嘛引起话题。这部电影有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slogan， 是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们把这些证明收集过来，然后特别放在这个以前的保温箱，就是希望就是其实这个份喜欢跟感情，它是可以就是被保留下来。在地业者对这出电影的风潮推出讲台语的活动，唔那头壳动了紧，熬做生理。更较重要的是，大家伫日常生活当中会当惯习讲台语，希望互讲台语成做一件真事上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咱镜头来美国。美国的感恩节礼拜到尾啊，美国总统拜登嘛按照传统伫白宫下面2架飞机。也毋过即阵美国通货膨胀是真严重，今年飞机嘛有变贵，飞机票嘛拢起价。美国人即马伫过感恩节开钱嘛拢无用过遐尔拍手。
And now, based on their temperament and commitment to being productive members of society, I hereby pardon. Yes. I hereby pardon chocolate and chip. 在美国总统拜登下命之下，2架体重分别21公斤的飞机巧克力甲薯片，从此就管理人的产度。甲往年得到特赦飞机同款，顶礼拜六，因坐飞机为北卡飞来，搁住伫华盛顿威拉德州际酒店，仪式了后，将伫北卡州立大学度过一生。当年感恩节飞机是倒顶的料理之一，不过伫通货膨胀冲击，生活成本一直起。今年美国民众过节比过去开销搁较大。Last year, the baby turkeys were about $4.25. This year, the baby turkeys cost us $8.50 each. A lot of people hear the price, and even though they're customers for many years, they say, I can't pay that. 机票也是住伫加州的达利返乡过节，为了省钱，提前伫2日出发，因为这个时阵的票价较俗。But because the cost of everything's up, also we had the credit card points to get the flights. Yeah, the economy is a little concerning. 美国科学性航空公司协会统计，今年10月到2019年同期比机师严重欠76%，使得美国机场的航运服务减少也是流失。另外，燃料成本增加，加坐飞机返乡需求变大，拢进一步反映伫票价上。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一份报告，过去这1年来，机票价销起25%，甚至超过通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因为违法拍拉真严重，巴尔干半岛顶头的大山鸟，即马已经强要济种，目前剩无40只。阿尔巴尼亚学者继续伫当地监控，嘛无排除要对其他的所在引进大山鸟来协助保育。保育专家最近赛车来到阿尔巴尼亚东南部这个国家公园，伫树林之间装置自动摄影机，希望可翕到俗称大山鸟的下离形状。Exactisisht një vit më parë kemi fotografuar për herë të parë rriqebullin e Ballkanit në Parkun Kombëtar të Prespos dhe shpresoj ta rifotografojmë me këtë kamerë sërish, edhe pse jo, mbase kemi fat, fotografojmë edhe një individ të ri. 巴尔干架里是体型大只的鸟科动物，咖啡色的毛有深色斑点，三角形的耳孔顶有一撮乌色翘起来的毛，像发夹同款，外形真特殊。主要分布伫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甲北马其顿，不过因为林立开发，造成脱色地消失，加上违法偷猎严重，当地人叫做巴尔干之虎的下里数量存无到40只，其中阿尔巴尼亚数量阁较是为1980年代的200多只，到即马只剩个位数。 Në Shqipëri, Kosovë dhe Maqedoni, sipas studimeve të fundit, popullata e Republikës Ballkanit mendon të jetë më pak se 40 individ, ndërsa në Shqipëri popullata e Republikës më pak se 10 individ. 阿尔巴尼亚在2014年就禁止偷拉下梨，那方抓到违法偷拉动物正向交易相关，会当处7年徒刑。不过，伫过去14年，平均当年拢有1只下梨被拉杀。最近的一摆发生伫2020年，动保团体发现伊的毛皮，就伫当地一间酒吧展示，受其对酒吧提告，不过最后因为欠证据，被驳回。动保团体唔死心，登向检方申诉，希望中期调查。数量哪少的巴尔干下梨变甲真高入，伊团多样性也减少，对因的健康甲环境真不利。动保团体无排除引进其他地区的下梨来协助保育甲传生，避免这种特别的动物走向灭绝。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世界正新息，来看外太空。这是由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合作要重新登起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第一阶段头一届的飞行测试，伫台湾时间2日下晡2点44分，6号7号太空船即马已经展开这一段月球之旅上界重要的部分，就是驶入去月球的轨道，射月球要翕月亮的表面。台湾时间16下晡，由头一届执行任务的太空发射系统，甲6号星号太空船送去太空射地球，而且伫台湾16半暝用自翕的方式，甲地球做伙翕相了后，6号星号就偷偷脱离地球，飞向月球。根据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计划，6号星号进入月球轨道了后，会射月球杯，而且执行翕月球表面影像的任务。就伫太空船搁一届甲火箭的引擎点火倒，我入去月球的轨道进前。6号星号用本身的摄影镜头，即个甲月球、地球，还有太空船本身，拢翕伫同一张相片内底。
Here you are looking at a live view of the Orion spacecraft from the solar array wing with the moon in the distance of the screen, the Earth in the distant frame of the screen, and the moon up close. Again, we are now less than 2,000 miles away from the moon, but over 200,000 miles away from planet Earth. 6号星号伫4月球背的时阵，离月球表面上介近的距离，敢若有130公里左右。所以伫4月球背的过程当中，6号星号无法度做现场的直播，是完成4月球飞行了后，才甲影像整理了后传回来地球。NASA 表示，6号星号按算伫12月初5会飞过阿波罗17号，伫1972年登陆月球的地点，到时嘛会录影片。规个任务的飞行会伫台湾的时间12月12，翻点过差不多2点外时阵结束。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墨西哥引进伫对国外引进一套外国机的辅助器，会当帮助脑性麻痹的患者来行路来复健。另外，伫美国斯坦福大学，伊嘛有研发出一款新型的外国机的遐讲，穿咧行路行的速度会较紧，而且更较省力。安尼对脚头骨无好的老大人来讲是一大帮助。复健治疗师帮今年8岁有脑性麻痹的 David， 甲这套外国机辅助装备穿好好势。刷落来，伫大家鼓励之下 ，David 真小心，甲脚向前下出一步。这是伊人生当中的第一步，自出世到大头一摆用家己的脚行路。毋那安尼 ，David 佫徛咧等球，笑甲足欢喜的。伊伫咧行的顶头画过来的笑面，因为对伊来讲，这是以前连想拢毋敢想，会当做会到的代志。Pues primero le daba como miedo y estar las manos como muy tensas y ahorita veo que ya agarró el plumón, empezó a dibujar o la pelota. Eso pues es una alegría para él, veo que está muy contento. 墨西哥的脑性麻痹患者协会最近为西班牙引进的这套装备，是全世界第一套专门为3岁到14岁行动不便的囡仔所设计的外国机辅助器，会当根据每一个使用者筋脉力量不同来做调整。过去已经伫西班牙甲法国，拢有真侪囡仔使用这套外骨骼辅助器来做复健，效果非常好。专家表示，这套外骨骼辅助器会当加强囡仔的筋肉力，改善因的消化系统。上重要的是，互囡仔因为会当徛起来，变得较快乐，增加因的自信。另外，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最近嘛研发出一种新型的外骨骼鞋啊。装咧小腿的脚后肚，一个小型的摩打，就是互人穿起来了后，行路会当更较轻松，行更较紧的秘密。And this motor winds a cable to help launch you as you're walking, so it helps you push off and actually turn off your calf muscles, which saves you energy and can also help you increase your walking speed. 根据研究团队所收集的数字，穿这种外骨骼的鞋啊了后，行路的速度会增加9%，同时体力的使用佫会减少17%。研究团队希望未来会当将这种外骨骼的鞋啊提供予脚头无好，也是脚腿无力的老大人穿，帮助因减少行路的负担，改善行路的问题。记者甘燕恩编译。感谢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18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